地人在地前要来讲，即摆有一种真红的手做 DIY， 叫做蝶谷巴特。这个制作的过程就是加的黏黏的，真简单。台南嘉里兴华关怀据点特别邀请老师来指导，让长辈动手，家己喜欢的图案，甲搭起伫地仔顶，长辈时代拢算甲真欢喜。蝶谷巴特是真情的手工，因为做的过程真简单。所以讲真适合老大人来耍。即摆嘉里兴化社区设计这个课程，或者老大人发挥创意做一个提案。保温袋吼，后盖要做，当然就讲财经老师伊会去安排，所以就讲有4届的活动。这时代会使拣家己喜意的图，再用加刀开始加，搭伫家己的地下顶，透过简单的过程，或者时代会当轻松完成一个水佮实用的物件。另外一个可以训练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手很注意在做东西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想到别的事情。那比较不会想到的事情，就是比较不会烦心。或者老大人学无共款的知识，互因退休生活过着较袂遐孤单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